做伙读圣经，今仔日9月初1，咱做来读以西结书第25章到第28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5章，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对阿文人讲预言，攻击因，甲因讲：着听上主的话，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的圣殿受亵渎，以色列的土地烹远，犹大人受放逐的时，恁竟然讲：哈哈，以色列人嘛有这一日咯。所以，我要予东方来的民族征服恁，占恁的土地做因的产业。因要伫恁的土地扎营定居，食恁田园的出产，啉恁羊群的奶。我要予拉巴城变做骆驼的牧场，予阿文人的地成做羊群倒地休困的所在。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至高的上主佮讲：因为恁充满怨恨，看以色列地受灾难做欢喜，手拍扑甲骹着跳，所以我要伸手攻击恁，甲恁交予列国做俘虏。我要对万民中甲恁消灭，互恁对万国中消失。我要除灭恁，恁就知我是上主。至高的上主讲：因为摩押人甲以东人讲，犹大国甲别个国家有啥物无同，所以我要予摩押边界的城镇受攻击，连因上夸口的城堡别亚舍末、巴列末甲基列亭拢受攻破。我嘛要将阿文人甲摩押做伙交予东方来的民族做产业，搁予列国袂记得摩押。我一定要刑罚摩押，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以东人因为对犹大人报仇，因的报仇显露因极大的罪，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要刑罚以东，甲因的精神消灭，互以东对提曼到地但的土地拢烹远，人受害死。我要用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手对以东报复。因要照我极大的生气报复以东，彼时以东人就知这是我伫因报复。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至高的上主安尼讲：非利士人犹大人报因古早就结的冤仇，心存恶意，要消灭犹大人。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我要伸手攻击非利士人，消灭基提人。连住伫沿海边缘村的人嘛要消灭。我要严严甲因报复，发大生气刑罚因。我甲因报复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第26章，第11年某一个月的初，上主对我讲：人子啊，因为太尼人耶路撒冷讲，哈哈，迄个甲万国做贸易的城已经毁坏啦，生意拢变做冤的啦，伊要衰微，我要欢迎。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太尼，我要甲你作对，我要调集列国，互因亲像海鹰压起来攻打你。伊要毁坏你的城墙，拆毁你的城楼。我嘛要甲所有的土拢掰清去，剩光骨的石盘。海中的太尼要变做拍希望的所在。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伊要成做列国的纳物，伊周围城镇的居民要互刀剑杀死。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要调列国之王，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正马正车马兵对北方来攻打泰尼，你周围城镇的居民嘛拢要受遭灭，对着要做土堆、起悬台、举盾牌攻打你。伊要用弄城的锤攻破你的城墙，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伊大军正要加起来的土粉，要甲你压砍。伊的马兵甲战车发出的声，互你的城墙震动。伊要入你的城门，亲像人对破徛的城墙入去。伊的兵马要吞踏你的大街小巷，用刀剑杀死你的人民。你的神庙坚固的大条要倒伫涂骹，对着要抢你的财宝，夺你的货物，车倒你的城墙，拆毁你水的厝体，甲石头、柴、土拢迄落海。我要互你袂当阁唱歌，人袂当阁听见你弹琴的声。我要互你变做光骨的石盘，做曝希望的所在。你无可能阁定见。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至悬的上主阁对泰尼讲：你的人民受毒杀、受伤、害惨的时，沿海的居民减袂因为听见你倒坏的消息，惊甲皮皮喘。沿海国家的君王拢要离开因的座位，甲王袍甲绣花的衫脱起来，坐伫裤骹，一直惊吓摇喘。你的结局，互因拢硬去。因要为你唱哀歌啊！你这个出名的城，现在竟然灭亡啦！你捌称霸海上，你甲你的人民捌互所有住伫沿海的人惊吓。你受毁坏迄日，海岛要摇喘，住伫遐的人拢要因为你的消灭惊吓。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荒废，亲像无人徛起的城。我要用深渊的水砍过你，用大水淹没你。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做伙落去古早死去的人遐。我要互你甲落深坑的人住伫地深古早就荒废的所在。你袂当阁伫人间定位。我要互你拄着恐怖的结局，你无阁存在，人要找你，永远找袂到。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第27章，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为着泰尼唱哀歌，你着对伫海口，甲伫真侪沿海的海事做牧役的泰尼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泰尼啊，你莫夸口，家己是十全十美的城市。你扩展你的边界到海的中心。你受起造亲像一只完美的大船，引用黑门山的松树做船房，用黎巴嫩的百香树做船轨。用巴山的橡树做桨，用塞浦路斯的黄杨木橡叶做床棚，引用埃及绣花的幼麻布做棚，人对远远就看袂到。引用伊丽莎沿花运来的蓝色、紫色的布料做布片。为你过船的是西顿人甲阿法人，为你看大的是泰尼本地的歌手，受你船的是加巴拉老人的师傅。大海来往的船只甲船员拢来你遮做生意。你请波斯人、鲁底亚人甲弗人
来你的军队做战士，应甲盾牌甲头盔挂伫你的营房，加添你的威风。对阿发请来的战士为你守卫城墙，你的城楼嘛有加马底人在固守，应甲盾牌挂伫你的壁顶，互你更较壮观。塔斯人因为你的物件真多，就来交关，用银、铁、石、甲盐交换你的商品。希腊人、土巴人、美色人甲你做生意，用奴隶甲铜器交换你的货米。德加马人用马、正马甲螺交换你的货米。底丹人甲你做生意，真侪海岛居民嘛是你的顾客，因用树芽、乌大目甲你交换货物。阿兰人因为你的物件真多，就来交关，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花布、幼麻布、酸罗甲红宝石交换你的商品。犹太人、以色列人拢甲你做生意，用美丽的马、饼、蜜、橄榄油、乳香交换你的货米。因为你的物件真多，大马士革人用黑本的酒甲白油门甲你交易，用乌萨的酒、精炼的铁、桂皮、香的菖蒲甲你交换货米。底丹人用自马鞍的毯仔交换你的货米。阿拉伯甲其他所有的领袖用羊羔、绵羊犅、山羊犅交换你的货米。西巴甲罗马的生理人用高级香料、珠宝、黄金交换你的商品。荷兰、甘尼、伊顿、西巴的生理人、阿述、基莫拢来甲你做生意。因将上等的衣服、绣花的紫色布、彩色的地毯、用色啊白甲真好势，带来市场甲你买卖。塔斯的军队甲你运送货米，你亲像海里的大船，缀满货米，食水真深。过船的甲你过到外海，东风伫海中甲你渗破，船破沉落去的时，你的财宝、商品、货米、船员甲华大个修理船的负责买卖的船顶的军人甲所有的人拢沉落海底。船沉落海的时，船员喊救命的声，附近沿海的人拢着惊。过船的船员甲华大个拢要落船上岸，因要为着你出声大哭，头壳三头粉，伫火炭中过来过去。因为着你剃光头、穿麻衫，伤心哀哭，痛苦到极。因为着你啼哭哀伤的时，为你唱哀歌。有倒一座城亲像泰尼，沉落海底，无声无息。你伫海里送货，互列国充足。你的财富甲商品真多，互世间的君王好业。你伫大海互鹰弄破，所有的货米甲船员拢沉落去海深的所在。海底居民拢因为你的结局着惊，因的君王嘛拢惊吓、恐吓，面带忧容。列国的生理人甲你害头啼笑，你永远消失。这款的结局，互人着惊。第28章，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甲泰尼王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你心内骄傲，想讲家己是神明，
坐伫海中众神的座位。虽然你心内安尼想，其实你是人，毋是神明。你想你家己比但以理较聪明，明白所有的奥秘，你靠家己的聪明甲技巧得到财富，累积真侪金银伫库房。你运用最胜利的聪明，增加你的财富。你因为家己的财富愈来愈骄傲，所以我至悬的上专的讲，因为你想家己甲神明同款，所以我要带着各种上凶恶的外国人来攻打你，因要背倒毁坏你用聪明建立的成就，互你失去光彩，因要甲你迄落深坑，互你惨死伫海里。你兼会当对甲你害死的人讲你是神明，伫害你的人手中，你不过是人，毋是神明。你要死伫外国人的手中，亲像无受割礼的人死，死甲真见笑。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为着泰尼王唱哀歌，甲伊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你过去是完美的典范，充满智慧，是全是美。你要住伫伊殿，就是上帝的园内面，用安宝石、黄玉、金光石、青玉、阿美勒、碧玉、蓝宝石、绿宝石、赤玉装塔家己。所有的宝石拢镶金铿。伫你受造迄日，我就拢为你准备好势。我设立你做纪录片，保护上帝的圣山，伫亲像火得倒光亮的宝石中间巡视。对受造的日，你的行为正直，后来煞开始做歹。你生理好，搁做真大，煞犯罪，做真侪强暴的事，所以我甲你赶离开我的圣山，互你拄着见笑。啊，守护者纪录片，我对亲像火得倒光亮的宝石中间，甲你赶走。你因为英俊，内心骄傲，你出名煞看轻智慧，所以我甲你摔伫涂骹，互主王亲目看着。你因为罪过真多，做生理无公道，煞亵渎你的圣所，所以我放火甲你烧，互你伫人的目睭前变做火灰。所有认捌你的国家拢要惊吓，你永远消失。这款的结局，互人着惊。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西顿人讲预言，指责因，着甲因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西顿，我要甲你作对，我要伫恁中间显出我的荣光，我显明我的神性。施行审判的时，人就知我是上主。我要互瘟疫伫西顿流行，互西顿的街路拢是血。对着夜刀对四面攻击你，受害人倒伫街路，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上主讲，过去看轻以色列人周围的国家，袂过亲像贼人的刺鼻，伤人的一厘，刺伤以色列，安尼人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要组织受放逐去万族的以色列人，万族要因为安尼知我是神圣。以色列人要住伫因家己的土地，就是我赏赐互我的仆人雅各的土地。因要伫遐安居乐业，我刑罚周围遐个看轻以色列人的民族了后，以色列人要起厝，开垦葡萄园，安然徛起，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25章到第28章。